珠海香洲華發商都購物中心位於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，是一個集購物、餐飲、娛樂、文化等為一體的大型商業中心。商場裏有 A、B、C、D 四個館，不僅有各種品牌店、時尚和運動服裝、首飾、美妝餐廳、食店、娛樂設施，還有電影院、書店等文化場所，可以滿足你不同方面的需求。而且這裏的交通非常便利，你可以選擇乘坐公交車乘軌，或者自駕前往。在華發商都這裏，你可以逛個商場，品嘗美食，看看電影，或者在書店裏找一本好書，安靜的看看。在這裏你可以感受到商業中心特有的繁華和活力，也可以享受到文化場所帶來的寧靜和舒適。商州南屏華發商都有眾多美食餐廳，可以滿足你的味蕾，從海鮮到烤肉，從火鍋到甜品。這裏的美食種類豐富，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食店，口感絕佳。你可以嘗試各種美食，同時也能感受到舒適的用餐環境。香洲華發商都目前共有約300家各種類型商戶，美食品牌有70多家。韓國小吃快餐、麵包、甜點、川菜、粵菜、客家菜、燒烤、火鍋、西餐、意大利菜、自助餐、海鮮烤魚串燒、飲品店、咖啡廳、日本料理、韓國料理、東南亞料理、茶餐廳、湘菜、江浙菜、滬菜、新疆菜等美食等。商場還有各種活動等你來參與，你可以在品嘗美食的同時，欣賞到美麗的表演，或者參加各種互動遊戲，讓你的用餐體驗更加豐富多彩。在珠海南屏華發商都美食餐廳，你不僅可以享受到美食，還可以與朋友家人一起度過愉快的時光。珠海香洲華發商都購物商場是珠海人的消閒熱點，是一個值得去消遣的地方。無論你是購物還是休閒娛樂，這裏都能滿足你的需求。快來南屏華發商都體驗不一樣的美食和購物樂趣吧。